大家好啊，歡迎大家收睇牛仔講投資呢個頻道，我係 Cowboy。呢個影片呢，就係其實我又想去 compare 美國同埋歐盟呢兩個世界上其中兩個最大嘅經濟體，咁啊用啲經濟數據呢去睇一睇究竟呢兩個國家呢，又或者地區啦，即係歐盟呢個地區啦，咁啊究竟係個經濟實力係點樣呢？咁樣？咁啊事緣呢，其實就係我係近排呢，就網上面見到有幾位嘅呢啲 blogger 啦、YouTuber 啦咁講啦，係幾位啊？咁啊佢哋講咧話喺歐洲咁其實個經濟都係幾好嘅咁樣，咁啊其實咧就同美國係差唔多嘅，過去咁多年。咁然之後咧當我哋去睇嗰陣時候，但係唔知點解咁過去10幾年咧，其實即係歐洲股票嘅指數咧，其實就上多少少。但係你會見到咧，譬如喺呢幅圖裏面見到啦，就由呢個2008年開始啦，就係升咗大概啦，係即係50%到，係啦。呢個呢條線就係歐羅區嘅股票指數，就50%到。咁但係咧呢度咧就美國嗰個股票指數啦，就升咗大概300，即係3倍到啦咁樣。咁啊，但係明明個經濟實力其實差唔多嘅咁樣啊，梗係因為 QE 啦。咁好啦，咁點解依家去講呢樣嘢咧？咁啊，因為今年咁啊，特朗普有關稅，咁其實咧美國經濟咧咁啊唔係咁好啦，咁啊，然之後啲錢咧就湧入去歐羅嗰邊，咁啊，然之後就過去10幾年啲錢就本身就應該啦應該咧就有一部分錢咧應該投去歐羅區，但係又因為 QE 嘅問題，所以咧出現咗一個QE，咁你美國嗰邊 QE 多啊嘛，啲錢咪湧過去咯，咁咪投落去美國嘅股票市場度咯。係啦，咁啊，然之後咧攞啲圖表咧就去講嘅，就係譬如話呢個2008年海嘯之前啦，咁啊其實同步㗎，呢度都係㗎，你會睇到嘅，係喎係真係有同步喎。但係08年之後咧就好似唔係喎，就一直就火箭式咁上咁樣喎。咁啊即係 QE 一定係帶住成個 logic 咁樣行，咁所以啲人咪投咗去美國咯咁樣。咁我睇完即係幾位嘅網上嘅評論之後啦，咁我咧就想咧用一個經濟嘅數據去睇翻點解美國過去10幾年由海嘯之後啊，點解咧係會帶住個股票指數咧上升得幾倍，而歐羅區佢只不過係1倍都唔到，係絕對咧，因為你睇到經濟數據之後咧，你要睇完之後，你會覺得係絕對有根有據。係啦，咁我呢條影片就想同大家講呢一樣嘢。咁好啦，咁網上面啦，就好多人話因為 QE 啦，美國 QE 話好多錢喎咁樣。其實咧，大家睇一睇呢幅圖啦。呢幅圖咧，我都喺 ChatGPT 度咧就租落嚟，咁然之後再上網咧去睇一睇翻啲資料啊，都吻合。咁咧其實咧美國左手邊呢度同歐盟，佢 QE 咧係分開嗰幾個部分。我係之前講到咧08年後，直至去到近排啊，呢個係 QE4 其實佢冇講話 QE，不過嗰陣時就聯儲局大幅減息，同埋繼續買啲資產，就係大概係2020至2022年，因為COVID-19嘅時候佢去做。咁好啦，咁佢1、2、3、1同2咧，我相信大家都成日聽過啦，嗰陣時08年至15年啊咁樣。咁啊成日都聽過，咁啊買好多 MBS 啊，好多呢個國債啊嗰啲啦咁樣，咁最後 turn out 出嚟咧，咁啊8.5個 trillion 美金。咁其實咧歐洲區嗰邊都有佢有好多唔同嘅 program 嘅，咩 CBPP 啊，咩 OMT 啊呢啲咁樣咧，就係幾樣嘅。財政嗰邊又有出嚟啦，即係譬如買唔同嘅資產，買唔同嘅債券，然之後咧佢呢個貨幣政策啦就減息啦，都係有嘅，提供一個咧隔夜嘅利率咧俾嘅銀行去借啊咁樣，呢啲都係叫 QE 裏面。咁好啦，推導出嚟嘅4.5個 trillion 歐羅。呢度咧總數嚟講緊10幾年。咁呢個4.5個 trillion 嘅歐羅咧，咁即係大概啦，你乘翻啦，過去咁多年嘅咧歐羅對呢個美金啦，大概乘翻就係我預你1.2度，係啦，1.1至1.2度啦咁樣。咁我當你5萬至6萬億歐美金。咁其實唔係話相差得好多，所以咧就咁講呢樣嘢咧，就話純粹係因為 QE 而影響到呢幅圖出現嘅話咧，係成唔成立嘅？因為其實佢個 QE 個 size 咧，其實都規模唔細嘅。但係咁點解我哋美股會咁樣火箭式上咧？咁樣點解歐羅區會咁咧？係啦，咁喺啲經濟數據裏面咧，其實睇得一清二楚嘅。
就咁睇 GDP 先啦。你睇下 GDP 咧，嗱我當你啦，08年嗰陣時都好起，就16個 trillion 啦 GDP 美金嚟，嗱啲全部做晒美金。咁啊，然之後咧，其實咧你睇下佢係會回落咗好多，去到15年嗰時係回落嘅個 GDP 係。咁然之後你咧再上嘅時候，最到最新咧係近呢2年度咧先至翻轉頭高過08年16個 trillion 嘅啫。你睇下2021年、2022年、2023年就先高翻過嘅。咁好啦，咁啊反之，你睇下美股呢邊、美國嗰邊，你睇下個 GDP 14係升2倍啦已經個 GDP。咁然之後你話喂，咁可能啲因為人嘅問題啦，咁啊睇翻呢個最啱去做嘅 comparison 嘅啦。咁你睇翻 per capita 咯，個情況都係根本一樣嘅。你睇下15年嗰陣係跌咗落去添嘅，係啊，33,000跌到去3萬咁樣，咁都係近排先上翻4萬啫嘛。你睇美國就不停咁上。咁呢一啲經濟數據咧，所以我係喺我呢個頻道度咧，經常同大家分析嘅咧，就係你個經濟數據咧，係最後會長線地係同股票係反映到落去係一致嘅。咁點解美股係話喂一定係有個趨勢？咁你睇呢樣你已經知啦。咁呢個係啦，咁已經扯咗上去差唔多1倍啦。咁然之後好啦，睇一睇歐盟呢邊啦，睇下歐盟呢邊咧，譬如話 manufacturing 呢一個啦。manufacturing 呢一度啦，你會見到咧同 GDP 咧其實都係同步嘅。咁你會見到咧呢啲位又係即係上上落落，但係落翻去都未去到2008年嘅高位嘅，都係㗎。2021年嗰陣時咧先至去上翻水面嘅。咁好啦，睇翻呢度啦，你睇下幅圖係咁扯住上嘅。你睇到個經濟數據咧係最後期反映到個股票市場其實都係45度角咁扯上去。咁唔可以話係因為 QE，而呢個經濟嘅數據亦係反映咗好多嘢，亦係反映咗好多嘢㗎嚇。咁你會話咧即係譬如話睇一睇呢個啦，呢個就係失業率啦，係啊，失業率咧嗱呢個咧就5點幾啦，5點幾個 percent 啦。呢個2008年嗰陣時，咁曾經係高嘅，但係好快回落翻好多嘅。好快回落翻，去翻3至4個 percent 度。咁嗱呢個高飛拉啲都上翻啲啦。咁之後其實好快回落，尤其是近呢2年係啦。咁然之後你睇下歐羅呢度，其實長期嚟講咧係處於一個高位嘅，係啊。咁你睇下最低都係6點幾，咁依家咧6點幾個 percent 嘅。呢個咧亦係反映到點解咧，即係歐洲嗰邊咧股票咧其實係冇咩太大嘅進展。其實係有個原因喺度，其實係有個好大嘅原因嚟度。我淨係睇呢幾樣嘢，已經會知道咧，即係個兩邊個經濟體咧，一邊就係過去10幾年其實係咁爆上去，另一邊其實就係浮浮沉沉咯，浮浮沉沉嘅。所以咧見到呢啲咁嘅數據之後咧，就令到我會覺得咧，咁即係佢個經濟數據去研究之後，長期你咪會知道究竟應該投邊度咯，係啦。咁呢度咧我就想講咧，就係即係前半段啦。咁就係過去10幾年，究竟兩邊個經濟數據去 compare 之後，究竟係即係點解一個地區就升3、4倍，一個地區係連1倍都升唔到咧？咁樣其實喺啲經濟數據度大家講咗啦，分析咗啦。咁好啦，嗱未來究竟係今年係好多資金由呢個美國嗰邊流翻出嚟買歐洲股票啦，咁樣啊，呢個又有趨勢，呢個係真嘅，呢個係真嘅。咁但係可唔可以持續咧？係講緊未來嗰幾年係咪都係有個持續嘅情況出現呢樣嘢咧？嗱，我又都係會用一個經濟數據去同大家講一講，依家個 situation 其實究竟美國係咪真係差咗咁多？係咪差過歐羅咁多咧？咁樣嗱呢一 part 咧，嗱我就想咧就擺喺付費會員專區個專屬影片度同大家講，呢個係 part 2嘅影片嚟㗎嚇。咁如果大家係中意對呢樣嘢有興趣嘅話咧，咁可以就登記啦，做呢個付費會員嗰邊咧就有7日試用，然之後再睇即係之後我嘅分析咁樣嘅，係啦。咁呢個影片到呢度為止啦。咁如果係對呢個即係依家呢個情況分析係有興趣嘅，咁喺 part 2嗰度我會同大家去分享嘅。多謝晒大家收睇呢個影片，我哋下條影片再見，拜拜。